我 Maggie 要做峨眉派蓋世美少女，天下無敵，豔壓群芳，王者均拜下風，是眾美男追求者，凌駕於西施之上，可謂銳不可當，當代一時無兩。Maggie，我好愛你，你可唔可以做我老婆？你就想，你行開的呀，唔係我大叫非禮。老師，你教我如何以追求 Maggie， 我好喜歡她，但她不喜歡我，我真唔知點解。Thomas， 所謂有緣千里能相會，無緣隔鄰不相逢，這些事都係緣分。若無緣分，你用千方百計，用花語巧言，用盡金錢、技巧、時間及精神，都係白費。做事由人，成事在天。觀時煙譜，求求你賜我緣分去追求 Maggie， 你要我做什麼都可以，我是誠心信服，求求你，求求你。你既然誠心信佛，你只要幫菩薩弘揚佛法，幫眾生誦經，替佛子做義工，尊重菩薩的佛弟子，我會賜你和 Maggie 將來相遇及結為夫婦。Thomas 日後真是在佛子做義工，不論打風落雨，都盡心盡力去做，無一日間斷。10年後，在食環署總部寫字樓。你而家受聘為食環署督察，負責維持街市秩序，執行街市有關發津、監察判頭工作，同埋檢控違例檔主。現時派你去美孚荔灣街市工作，清楚同明白沒？阿 Sir， 我唔想去荔灣街市，因為荔灣街市係人都知啊，賭錢啊、打交啊、黑社會中心啊，啲人做到嘔血啊，我唔想命都整幾年啊，咁我調去深水埗北河街市咧。呢個分派係上面決定，唔能夠改。你有2個選擇，第一係去荔灣街市工作，第二係立即辭職。我估你咁難考入嚟，你唔會揀第2個。聽日立即報道。This is order。Maggie， 你叫 Maggie， 我睇過你 file。你現聘用為食環署判頭職員，並安排喺美孚荔灣街市工作，負責管理街市秩序、衞生泊車位安排，同勸告檔主遵守街市規矩，但冇權執法。若果明白，就聽日報道。This is order。阿女，你唔食飯都要賺錢返嚟屋企交租，知唔知道？又會咁啱係這處遇到你。觀世音菩薩安排我在這處理，你唔信？你睇食環署 file 我個名同你個名同一檔案，同一處工作，同埋工作時間。奇怪，食環署檔案由上級安排，而且不會被任何人
任何要求去安排。若果為公平條例，要入獄呀。佛法真殊勝，若不依從菩薩安排，命運會痛苦而不能自拔，唯有答應 Thomas 的求婚要求。好，我答應嫁給你。多謝你，又多謝菩薩。佛法真是殊勝，真能除一切苦。阿彌陀佛。我今天試穿婚紗，準備與 Thomas 結婚，好開心。若女人得不到觀世音菩薩的庇佑，會遭受妖魔鬼怪的侵害，人生會遇到波折，我會有疾病，不幸的際遇，人生會短暫，因有疾病而跳海自殺而死。幸有 Thomas 拯救了，多謝菩薩的安排，佛法永遠是最殊勝的。Thomas 和 Maggie 便依佛庇佑結為夫婦，一同得到佛的富貴生活。You'll come like soft light on the sea, warm as a breeze that sets me free. I won't rush, I'll just be still and let